約翰福音第6章43至51節，耶穌回答：你們不要喃喃抱怨，彼此議論我。如果不是差遣我來的父給人人，就沒有人能到我這裏來。到我這裏來的人，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。先知書上記着，所有人都會受神的教導，凡聽見從父那裏來的教導，而有學習的人，就到我這裏來。這不是說有人見過父，只有從神那裏來的那一位，他才見過父。我非常確實地告訴你們，信的人有永生。我就是生命的食糧。你們的祖宗在荒野吃過嗎哪，還是死了，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在這裏，讓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永活的食糧，從天上降下來。人如果吃了這食糧，就必活到永遠。我要賜的食糧，就是我的肉，為了世人的生命而賜。